他现在虽然是高中的学生，他的水平已经跟世会组的水平可以说平行了。在香港国际喜事邀请赛，让大家看到台湾年轻人的实力。永平工商喜事队17组当中唯一的学生队夺下最高荣誉金奖。刚开始练就是要克服这个最大的难关，就是高度。对，因为要跳到2.3米。对，再来就是默契。马步更要练扎实，在高桩上舞狮，走、跳、转身、叠罗汉，两人要把南狮巡山、采青入洞的过程惟妙惟肖的呈现。狮头步伐灵巧，狮尾稳健支撑，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。如果不好，很容易失误啊，对啊，就会摔下来。达到人狮合一、有声有色的另一关键灵魂是鼓。鼓打得好，狮子就舞得好。他现在跳的时候，鼓声怎么配，他就跳哪个动作有没有，都鼓在主导。打鼓要看，打锣要按，打钹要棒，跳高解冲劲，人狮合一。全神贯注，让这个学校社团得以在国际赛中发光，带动了传统文化接棒的活力。学生们的升学之路也因此更宽广。他现在到台北体验，台北体验动态系的，以后毕业的时候，你学校是有可以来学校当专任老师，让孩子相信自己有机会，专注眼神中蓄积的能量必定会发光。好，又迈向新的一年了，要跟大家说一句吉祥话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永平工商喜事社堪称英雄出少年，也让我们看到术业有专攻，不必拘泥在课本中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